讲到这拖真久的考试院人事案，今仔日第二法院会投票，这正副院长变提名人周鸿健、柯书祥分别以59-112张同意票来过半，顺利通过掉立法院的审查。那7位这考试委员的部分呢，只有被提名人瓜丽玲伫南平两党无同意之下无来通过。那投票的时阵呢，这民众党立委黄珊珊甲这票挡唔到，最后因的党是国技界法务班，对12月1日开始暂停出席党团会议2个月。立法院第17进行第14届考试院正副院长甲7个考试委员被提名人的人事同意权投票。民众党团表明对瓜丽玲甲余范哪位有意见，国民党团经过党团大会决定无要支持瓜丽玲甲院长被提名人周鸿健。民进党团是全部拢支持。柯丽玲被提名人，在我们委员对他询答的过程当中，充分展现了相关业务的陌生、酬庸的色彩过于浓厚。民众党他们的想法跟看法，当然我们有初步做一个了解，但是我们会坚持本党对于每一位考委他的一个专业也好他的一个操守也好，各方面呢，我们都会做出考量。我们认为适格适任、专业性都兼具的考试委员，应当祝福他们能够顺利的获得通过。伫投票时阵，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意外走来向院长韩国瑜讨求要更正。伊讲伊踮咧瓜丽玲的票顶头，同时阵等无同意甲同意，最后变废票。嘛有党团罚5万，佮暂停出席党团会议2个月。最后检察官出身的瓜丽玲和南北方式无过关，正副院长甲其他6个科委拢顺利过关。柯丽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考试院第14届考试委员。赖总统期盼考试院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常态运作，将会安排第14届考试院在12月20号赴任，以确保全国考生以及公务人员的权益。总统有伫第一时间感谢立法院完成人事同意权审查，互经过3个月嘅看守期嘅考试院会当恢复常态运作。因为无得到同意嘅课，未来敢会阁补提名，嘛要看考试院未来实务运作嘅状况，敢有需要，再阁评估后续处理嘅方式。记者综合报道。